Hello， 大家好，我係 Tracy 珠寶圓圓，歲屆馬年，新春吉祥，我喺度祝大家龍馬精神，馬到功成。今日呢條片咧係超級實用嘅，專門為準備求婚買戒指嘅男士，或者咧想換大粒啲鑽石俾自己嘅女士而設嘅。呢條片咧，你一定要睇到最後，因為我會話俾你聽，有邊5種嘅內含物嘅鑽石咧，你千祈唔好買，買咗咧你一定會後悔，因為咧佢會影響外觀同埋火彩。鑽石嘅淨度咧，其實真係好重要，唔係淨係靚同埋唔靚，仲關乎佢閃同埋唔閃，保唔保值。所以今日一次過咧，我會話晒俾你聽呢5種嘅內含物，如果你見到就千祈唔好買啊！第一樣咧就係深色嘅包裹體，我哋俗稱咧就係黑點。所以你喺證書上如果見到 dark inclusion 或者 crystal， 你用10倍嘅鏡，甚至你肉眼咧社交嘅距離咧，你都見到嗰個黑點咧，佢好礙眼，火彩又差。求婚嘅時候，如果你送俾另外一半，哇，見到咁就超級尷尬啦。第二樣咧就係大面積嘅雲狀物體，佢咧有機會會係奶油鑽，所以你見到膠咁樣咧，即係話證明佢內部咧有一片朦朦朧朧嘅，佢唔通透，亦都唔閃，白白地，好渾濁。證書咧未必寫奶，或者咧你一眼就睇得到，佢會有一陣蒙查查喺個鑽石裏面，所以呢啲鑽石就算你見到幾平咧，都千祈唔好買。嗱，咁第3樣咧就係乳裂紋，尤其咧你見到粒鑽石佢嗰個表面咧嗰個裂紋咧伸展到去個腰圍嘅旁邊，我哋叫呢啲咧做 feather， 好似咧玻璃嘅裂紋咁。當你咧撞擊或者你日常日佩戴住嘅時候咧，嗰個戒指咧會容易崩啦、裂啦、碎啦。求婚戒指要戴一世噶嘛，如果你見到咧，你就堅決千祈唔好揀啦。而第4樣咧就係凹凸洞 cavities， 咁多數咧其實佢係一個晶體脫落咗，尤其是咧拋光整損咗，肉眼咧好容易會見到，仲會影響咧整體嘅品質。鑽石表面咧有坑有洞，其實係唔靚之餘咧，佢鑲嵌咧會容易鬆脫嘅。好啦，第5樣咧就係鐳射窿，我哋叫佢做 laser jewel holes， 係人工咧用激光打通去攞走鑽石裡面嗰個嘅黑點，佢會留低咧一條白色嘅管或者一個通道。處理過嘅鑽石咧保值咧就係極差嘅，所以鐳射鑽窿嘅鑽石咧，我哋一律都唔建議買嘅。其實咧，我頭先講咗上面嗰5種嘅內含物，好多時候咧客人嚟到我鋪頭都會問我一啲類似咁樣嘅問題。佢哋通常會問下我：喂 Tracy， 我想問下 SI1 淨度嘅鑽石咧，可唔可以買㗎？咁我會話俾你聽，當然可以啦。因為 SI1 咧，其實你只要揀得好，肉眼乾淨，火彩又靚，佢嘅性價比咧就會非常之高。我咧就唔建議買 SI2 同埋 I 嘅淨度。因為啱啱咧，我先講嗰5種嘅內含物鑽石咧，大家一定要識分，因為喺證書上面有陣時咧，你見到佢寫咗膠，唔一定係有奶油鑽，亦都咧要留意佢嗰個 size 有幾大粒。如果佢嗰個雲狀物係好細好細，咁就完全冇問題。其實咧唔使盲目追求高淨度嘅，最緊要咧就係肉眼乾淨，冇明顯嘅內含物。將預算咧留多啲俾顏色同埋切工。我建議咧就係3個 excellent 閃咧先至係最緊要。最後俾大家3個實用嘅建議。第一就係買鑽石一定要買有 GIA 證書，記得咧睇埋個掃描圖。而第2咧優先揀咧就係 VS2 以上。如果你預算有限 SI1 都得嘅。如果 SI2 同 I 咧，咁你就要特別小心。而第3咧，實物一定要用肉眼加10倍嘅放大鏡，唔好淨係信張圖。呢度5種內含物嘅資料，大家可以 cap 圖記低佢，遲啲你買鑽石嘅時候就可以睇翻啦。好啦，所以如果你想買求婚戒指，或者咧換大粒啲嘅鑽石，靚保值火彩好咧，先至係最緊要。希望今日我呢條片可以幫到大家。最後祝大家事事順心，情投意合。我哋下一條片再見啦，拜拜。